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从列王记下的第9章到第10章，讲到耶户的刀。耶户的刀，第一刀砍向的是北国的约荷兰王，第二刀砍向的是南国的亚哈谢王，第三刀是北国的王后耶洗毕，第四刀是亚哈的70个儿子，第五刀是亚哈在耶斯列家的大臣密友祭司，第六刀是南国犹大王亚哈谢的兄弟或亲戚，总共有42人。第七刀是在亚哈在撒玛利亚剩下的家人。第八刀呢是在在巴利庙当中所有巴利的众先知和所有拜巴利的人哦。好，那我们看见耶户呢，好，他遵守上帝的话，上帝也赐给他的后代子孙继续做以色列的王位。好，到耶户的第5代，好，就是后面还有4代。但是耶户呢，却犯了跟耶罗波安一样的罪，就是政治上的金牛，一北一南，以至于呢，仍然使以色列的百姓陷入在罪恶当中。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在耶户同时期当中，除了亚哈谢在位只有1年，而接下来就是后面有亚他利亚，大约有7年的时间，还有就是南国的王约阿施，是亚哈谢的小儿子啊。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下第11章的经文。阿哈谢的老母阿塔利亚，一个知伊的囝受杀害，就起来召灭犹大王室所有的后代。毋过约兰王的查某囝阿哈谢的小妹约示巴，将阿哈谢的囝约阿斯对遐个受害的王子中偷抱出来，将伊甲伊的儿母藏伫圣殿的困房，无互阿塔利亚知，互约阿斯免受杀害。阿塔利亚治理犹大国的时，约阿斯甲伊的儿母做伙秘伫上主的殿6年久，到第7年，耶和亚大派人调集家里人甲所有护卫兵的官长，带因入上主的圣殿来到伊遐，伊甲因立约，互因伫上主的殿就抓，搁互因看王的囝，搁吩咐因讲：恁着安尼做。恁伫安息日值班的时，着1/3固守王宫，1/3固守所里门，1/3固守护卫兵院的后门，安尼轮流固守王宫。恁伫安息日无值班的2队人员，着固守上主的殿，保护王。恁逐个人着带军器伫王的四围保护。若有人强要入来，着互伊死。王无论伫倒位，恁拢着跟随保护伊。亚他利亚看见他的儿子23岁的亚哈谢死了，那他没有去思考为什么他的儿子会被耶户杀死，反而呢要像他的母后像他的父亲亚哈一样呢对于这个权力呢恋恋不忘，所以呢他就起来杀了所有王室的后裔。所有合法的继承人呢，其实已经剩不多，因为耶户的刀呢，第6刀，已经砍了这个南国亚哈谢的亲戚42人，好，那剩下的没多少的呢，他也一一的杀害，但是呢，约兰王的女儿，也就是亚哈谢的妹妹，叫做约示巴。约示巴，这个名字呢，就是耶和华是誓约，誓约，别示巴，这个示巴就是誓约，那约示巴，他把他的兄弟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从这一群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哦。那有人认为，在犹太的传统认为，这个约示巴跟亚哈谢虽然是兄妹但不一定是亚他利亚所生的儿子或女儿这段关系不清楚但是他们至少他们的父亲都是约兰，而约沙法让他的儿子约兰跟这个亚哈呢结为亲家。那这个约示巴呢，把他的哥哥亚哈谢有一个最小的儿子约阿施，约阿施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上帝的赏赐。这时候呢，约阿施可能只有1岁或是不到1岁，那被藏在奶妈的卧房。
那后来呢，约阿施又跟他的奶妈呢，被藏在耶和华的圣殿当中有6年的时间。这6年的时间呢，好，那都一直好要战战兢兢，好，那可见这亚他利亚这6年的时间呢，也没有上圣殿。好，我们后面会知道，好，亚他利亚好跟他的妈妈好这个父亲好亚哈好都是属于拜巴力的。第7年，好，那耶和耶大是一位祭司，好，这个名字叫做耶和华知晓。好，但是我们透过历代志下好22章的记载，好，同样这一段经文的记载，好，知道耶和耶大是谁呢？就是约示巴的先生哦。好，那所以呢，这个约阿施好要叫约示巴，好叫他姑姑，就要叫耶和耶大叫姑丈。好，那这个姑丈呢是祭司，好，他又叫了加利人，好，加利人好是外族的护卫兵，啊，然后还有其他的护卫兵，好，跟百夫长跟他们立约，好，所以耶和耶大很谨慎，好，在约阿施好第7年，就是已经即将7岁的时候呢，好，告诉他们，好，在这一年当中呢，好，要特别的谨慎，好，在安息日值班的，好，就要把守王宫，还有苏尔门。还有护卫兵院的后门，好，这样轮流把守王宫，好，不让任何人擅自闯入哦。哦，因为呢，好，这个约阿施好已经到了好可以来继承王位的年纪，好，这时候他的性命更加的重要。那众百夫长，好，那好大概是5个吧，好3个守门，好，然后还有2个在安息日，好就照耶和耶大祭司的吩咐，好，所以这耶和耶大呢，好特别安排设计了缜密的保护计划。那不论是安息日值班或是安息日不值班的，好，都在这一年当中呢，好，他们尽心的来看守着这个约阿施哦。好，我们继续来看第9节，所有的官长拢照这些亚和亚大的命令去做，大个官长拢在因的部下，无论安息日有值班还是无值班，拢来这些亚和亚大遐。这时就将藏伫上主殿内代表王的枪甲盾牌交互遐个官长，护卫兵手举武器，伫祭坛甲圣殿遐对殿的南边到北边，徛伫王的四围保护。这时带约阿斯出来，甲伊帝王冠，将有关王权的约书交互伊，甲伊抹油，设立伊做王。因就拍谱话讲，愿王万岁。阿塔利亚听到护卫兵甲人民的声，就去组织伫上主圣殿的人民遐，看到王照规个徛伫圣殿入口的条仔边，官长甲分喇叭的人徛伫王的边啊，国内的人民拢欢喜分喇叭。阿塔利亚就拆离伊的衫，话讲：造反啦！造反啦！因为这时亚和亚大唔爱有人伫上主的圣殿互人抬死，就命令管军队的官长讲，甲伊对队伍的中间赶出去，要缀伊的就互伊死。因闪开双边，互阿塔利亚过去。伊到进入王宫的马门，就伫遐互人抬死。耶和耶大好，在约阿施好第7年好，就是大概7岁的时候啊，那就设计了一套好要让约阿施好来复辟好的一个计划。好，特别呢，在这个当中呢，好描绘好，甚至把大卫王的枪跟盾牌啊，好，这是什么东西？好，这个在萨姆尔记啊，好，回到大卫的时代，好，萨姆尔记下的第8章，可以看见那时候大卫呢，好，他去到幼发拉底河，好，跟索巴王哈大底谢，好，在那边征战，好，那从他那边拿到了金盾牌哦，还有很多的铜啊，好，所以这可能是大卫呢，好，他从制服各国所得到分别为圣的金银呢，好，他都献给耶和华，好，就在圣殿当中啊，好，那耶和耶大呢，好，就用好
大卫时代啊，好，那也就是将近在150、60年前，好，大卫时代，或是更早前，好，所放在圣殿当中，好的枪盾牌，好，交给这几个百夫长，那他们就拿兵器在祭坛，在圣殿，从南到殿北，在王的四围，好，那耶和耶大就让约阿施啊，好，也就是亚哈谢王的儿子，好，这时候已经7岁，那给他戴上冠冕，交给他律法书，好，那还有膏他做王，好，他是祭司，好，然后众人都鼓掌，好，说愿王万岁哦，好，所以当我们看到约阿施，好，他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就任好的一个仪式。那亚他利亚呢？啊，在他听见了，然后又跑出来看，好，然后看呢说王造仪式啊，好，所以亚他利亚呢，他是篡了好自己儿子亚哈谢的王位啊，好，但是他没有经过这样子的仪式。好，他只有第3节说亚他利亚治理这地，好，这个治理呢，好，就是说他是管理好，但是有的人不承认亚他利亚是王哦，好，即便她是女王，好，也不承认，因为她没有经过这样正式的仪式，好，所以我们会说南国有19王一后，好，那他呢，好就撕裂衣服，好，非常的痛苦，喊着造反造反。好，但是呢，好，这已经他知道，好，他已经好大势已去啊，好，跟当时的耶洗毕，好，也就是第9章的最后一段，好，他的母后，好妈妈，好被耶户冲进来的时候呢，好，他也画眼影啊，梳头啊，好，坐在窗户向外看。好，那这个亚他利亚呢，和他的母亲一样，好，因为耶和耶大他是祭司，他知道在圣殿当中的规矩，所以他们没有要在圣殿里面杀死亚他利亚，就让他从这些行列当中好走出去，好穿过了马门呢，就在那里好被杀。我们继续再来看第17节，亚和亚大和王以及人民甲上主立约，做上主的子民，搁互王甲人民立约。对安尼，全国的人民拢甲巴力的庙拆毁，拍碎祭坛甲偶像，搁伫坛前拍死巴力的祭司马坦。亚和亚大派官员固守上主的圣殿。伊甲官长、家里人、护卫兵以及全国人民，请王对上主的圣殿落来，对护卫兵沿下门进入王宫，约阿斯就坐王位，全国人民拢欢喜快乐，全城拢平静。阿塔利亚已经伫王宫互人抬死，约阿斯坐位的时才7岁。那耶和耶大好在等了6年之后，好设计了一场王子复仇记，好那就把这个政权呢，从应该本来要叫阿嬷好的这个亚他利亚的手中呢，好又夺了回来。好，那夺了回来呢？好，耶和耶大呢？好，做了立约。好，所以在11章当中呢，我们看到3个立约。好，第一个立约是在约阿施第7年的时候，好，跟所有的护卫兵百夫长立约。那17节呢？好，耶和约大让王跟百姓立约，要做耶和华的子民呢。好，所以耶和耶大，因为他是祭司，好，他对这个约好的概念呢，好是非常的深刻、强烈，好，所以呢，好，他一心一意的就是要恢复百姓跟王跟神之间正确的关系。18节让我们很意外的，居然在南国当中也有巴力庙，好，那这个巴力庙呢是单数，好，所以还好，好，就是它不像北国这么样的泛滥。但是这巴力庙呢，何时引进？好，在圣经没有写。好，但很有可能呢，好，就是好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好娶了亚他利亚之后呢，好，可能在那时候就把巴力庙引进来。好，不然呢，就是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好，所引进来的，好，那还好没有像北国一样好扩大，好，那也在耶和耶大好及时的踩了刹车，拆了巴力的庙，打碎了祭坛偶像，那又把巴力的祭司叫马坦呢，啊，马坦的意思就是礼物杀了，
好，那跟耶户呢在北国所做的事情呢，好是很像的。那耶和耶大呢，也派了官员好看守耶和华的殿，好让百夫长、护卫兵、百姓，好让约阿施可以从圣殿呢来到王宫啊。好，所以约阿施在1岁的时候，好可能住进了圣殿，住了6年。7岁的时候呢，好这个亚他利雅。好，死了之后，好，他终于可以正式的进入到他小时候好出生的王宫，坐上了王位。所以20节形容全国的人民百姓都欢乐，何城也平静。好，这平静不是说大家安静，好，而是说不再受到干扰。好，受到什么干扰呢？不再受到巴力的干扰。好，那他们也将亚他利雅在王宫的马门用刀杀了。好，约阿施这时候只有7岁。好，但约阿施呢，好，这故事很精彩。好，那后面呢12章我们会继续看约阿施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是神好看为好的王哦。好，但是呢，好在约阿施的故事当中呢，还有很多很深刻值得我们反省和学习的。今天的金句在11章第3节，阿塔里亚底利犹大国的时，约阿施甲耶尼布做伙灭伫上主的殿6年久。亚大利亚这个灭门的暴政呢，好，那不对照耶户的刀呢，好，它更加的邪恶，好，因为它要让整个南国呢，好断了香火，好，就是呢，让这个由大卫呢的后裔呢不再坐在这个位置宝座上。好，那但是呢，这象征着属灵征战当中，好撒旦仇敌，好，他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让大卫的灯呢，好能够熄灭，好以阻止未来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计划，所以千方百计，好一直在要来对抗好这样子的事情。而我们生命当中是否有篡位的亚他利亚？不合法的权利，好，不合上帝心意的统治权，好，或是呢未拆毁的巴力庙、巴力祭坛，好，这些神所不喜悦的，好不洁之物，好，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而这些让我们处于焦虑、撕裂、混乱当中呢，我们应该要求告神，好，求神亲自来除去，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像耶和耶大，好，是这位祭司，也是王的姑丈。用属灵的胆量，包括严密的配搭，还有高举上帝的话，好用约书律法书，在自己的家庭、职场或教会中，能够重新夺回让基督做王的主权。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与我们征战的不是属肉体，也不是属血气，而是那执政掌权、管辖幽暗十界和空中各样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求你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记得要穿戴全副的军装让我们要头戴救恩的头盔，还有公义的护心镜，还有真理的腰带束腰也让我们能够将上帝的话看为重要，让我们有圣灵的宝剑，能够来灭尽那恶者魔鬼撒旦一切仇敌的攻击，如同耶稣在旷野当中用上帝的话来抵挡魔鬼的试探，也让我们有信德的藤牌，能够来宣告上帝你的公义和信实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效法耶和耶大的属灵的信心、勇气，还有做事情的规划和计划能够让上帝的旨意得以来成就。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王，家庭的王，职场工作中的王，以及我们教会的王，能够掌管我们一切。我们这样子线上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